歡迎嚟到 IM Channel 啊！今日又同大家講一講澳門嘅經濟嘅問題啦。其實呢，大家如果有留意澳門嘅啲資產啦，即係啲樓啊、啲鋪啊，你都會見到近呢幾年呢，基本上都係下行嘅跡象啦。點解澳門嘅資產會不斷被打壓啦？即係個風向都係想向下嘅。咁其實疫情有冇關係呢？疫情只不過係剛剛碰中咗，呢一個叫做政府想轉型嘅呢個階段啊。其實疫情唔係一個主因嚟嘅，最重要嘅一樣嘢呢，就係中央想澳門轉型啦。咁就由一個完全係博彩型嘅經濟體，就轉型成為一個有其他產業嘅經濟體啦。咁當然佢哋中間呢係做過唔同嘅嘗試㗎。咁如果你哋有印象嘅話呢，咁佢哋有做過啲咩呢？元宇宙啊、債券市場啊、金融中心啊，一系列嘅嘢呢，咁佢都想去轉型嘅。咁簡單啲嚟講呢，佢主要係想澳門由一個低技術型嘅旅遊產業經濟體呢，就可以逐步轉型成為一個高技術、高產業嘅經濟體嚟嘅。咁但係你話中間過程係咪咁容易呢？咁其實當然係一件好困難嘅事嚟㗎啦。咁但係有人就可能會問啦，政府要發展高技術產業，咁同啲資產升定跌有咩關係呢？嗱，咁我就同大家簡單去解釋下啦。嗱，無論外資又好定係本地嘅資金都好啦，咁其實佢哋第一件事好簡單嘅啫，就係睇一睇啲資產平定貴。如果啲資產係有價值嘅呢，而且係可以從呢啲資產入邊去獲利嘅時候呢，咁會出現一個咩狀況啊？嗱，即係好似呢個骰仔咁啦。嗱，咁如果呢啲骰仔呢，有30%係外資買斷咗嘅，有60%係本地嘅買斷咗嘅。咁喺呢啲資產呢，好有價值嘅時候啊嚇，咩叫好有價值呢？即係可能呢一個鋪佢值1億，然之後佢每個月收租可以收到幾十萬甚至過百萬都好啦。咁會有個咩情況呢？就係佢哋肯定會長期持有呢啲資產㗎。咁長期持有呢啲資產嘅時候呢，就會形成一個點樣嘅狀況呢？就係啲資產唔會流通啦，然後呢一啲產值就只會去流入呢一啲有錢人嘅手入邊啦。咁所以而家叫做嘅玩法就係呢，要壓低呢一啲樓價，或者壓低呢一啲商鋪，就等呢啲資產呢釋放翻出嚟啊！如果呢一啲資產嘅租值呢，相對冇咁吸引嘅時候呢，咁嗰班資本佬或者商家佬呢，第一件事好簡單，咁佢梗係選擇趁早賣咗佢啦，係咪先？如果唔係佢越跌越低，咁佢哋咪血本無歸。咁當然有啲叫做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嗰啲呢，就一直都冇放走啲資產啦。咁冇放走嗰啲呢，而家就只可以坐艇啦。嗱，如果你作為一個外資啊嚇，咩叫外資？係非澳門本地嘅資金，例如大陸又好啦，或者外國都好啦。咁其實澳門嚟講就肯定係內地資金為主㗎啦。我相信呢個唔會反對嘅。咁內地資金佢哋見到，哇！你澳門唔係啩？買個鋪閒閒地都過千萬、過億，係咪先？咁樣嘅情況下邊呢，嗰啲資金係唔會落嚟澳門嘅。
佢哋係唔會有興趣嚟澳門做叫做初頭嘅。嗱，係咪話做科技轉型就一定要打壓啲資產價值咧？其實基本上都係嘅。咁當然你要睇下佢想發展咩類型嘅產業咯。因為佢而家想發展嘅係一啲技術型嘅產業啊。技術型嘅產業咧，第一件事佢最緊要係啲嘢要夠平先咯。就算唔係平，都係一個合理嘅區間咯。咁喺澳門即係之前賭博業係十分之興旺嘅時候咧，就將啲資產咧就炒到鬼咁高啦。然後咧咁嗰班商家佬咁 hold 住咗好多唔同嘅資產嘅，就令到澳門咧就冇地方可以發展啦。你咁樣理解？所以咧，你會見到咧呢一兩屆嘅政府咧，佢盡量其實就不斷喺度，點樣可以釋放更加多嘅土地咧，或者更加多嘅資產出嚟咧，就俾外來嘅資金去吸引呢啲外來嘅資金咧嚟投資澳門或者投資橫琴嘅。所以咧，澳門嘅資產就一定唔會，即係短期內啊，短期內啫，就一定唔會有乜嘢上行嘅跡象㗎啦。而且咧，香港又好，大陸都好，你都見到佢哋啲資產都係即係唔升唔跌咁啦，係咪先？咁香港好少少嘅，好似話有少少回暖嘅跡象啦。但係大陸嗰邊就即係跌得仲甘過澳門啊！咁如果喺咁樣嘅經濟狀況底下咧，如果澳門嘅資產冇相應嘅調整啊嚇，咁你其實你可以諗到㗎。咁個大陸嘅就會覺得我點解要落嚟你澳門買嘢啫？又唔係平，唔平我肯定唔會買㗎喎。而且你仲要我喺度投資做金融產業啊，一定冇可能咯。嗱，咁我哋明白咗政府個底層邏輯啦，即係就係要令到澳門嘅資產合理化啦。首先第一步，然之後就吸引外資啦，就嚟投資澳門，咁啊好重要嘅呢一步。咁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我哋市民啊市民，咁我哋即係喺呢個洪流入邊就好大鑊喎，因為資產好多人即係層樓就係佢人生好重要嘅一個部分嚟㗎啦。突然之間，我層樓變咗唔係好值錢喎，會影響佢哋成個家庭嘅生活嘅。咁點算咧？正常嚟講咧，如果呢一個即整呢啲咁嘅產業結構嘅轉型嘅時候咧，政府係需要做翻一啲相對應嘅即係補助啦，同埋支援啦。咁但係喺政府決定做產業轉型嘅時候，點知又撞正咗疫情喎，同埋咧再加埋咧而家人工智能嘅發展，即係多方面嘅影響之下咧，就搞到澳門而家失業率就勁高啦，而且咧啲外勞咧亦都好多啊。咁點解政府一直都唔願意去減外勞咧？咁亦都係因為想吸引外資嘅主要關係嚟嘅。點解咁講咧？咁其實個邏輯底層邏輯係一樣嘅。咁外資即係外資，佢好簡單嘅啫。佢就係睇啲嘢平定貴嘅啫。佢就睇你啲樓係啦，平咗啦，即係租金平咗啦。但係喂，你人工貴喎，你人工貴，我都唔係好樂意喺你呢度投資嘅啫喎。而且你澳門本身嘅人才同周邊嘅地區比咧，
亦都唔係話十分之出眾啊。咁我講嘅人才唔係講緊旅遊業嘅人才啦。旅遊業嘅人才咧，嗱，澳門咧，以我嘅睇法咧，其實係都幾高端下噶啦。即係你同周邊嘅地區比，特別是係即係博彩業啦。咁其實澳門係好專業嘅，即係大家唔好睇低自己。其實澳門嘅博彩業嘅專業程度咧，絕對係世界級嘅，係好多即係周邊叫做想搞博彩業嘅國家咧，佢哋都好想去挖一啲澳門嘅人才過去嘅。即係呢啲我一直都知道有數據嘅。咁但係始終係咪個個澳門人想離鄉別井咧，就都唔係嘅。而且你要搞一個產業嚇，係講緊要一個團隊嘅，唔係話一個半個人就可以即係可以影響到一個大局嘅。咁喺人工啦，同埋房租，即係政府嗰邊咧，都希望可以作出相應嘅調整嘅情況下邊咧，咁澳門嘅市民就面臨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就係佢又揾唔到嘢做，然後咧咁就算佢揾到嘢做，佢個人工亦都冇以前咁靚仔啊嚇。外勞咧就主要嘅一個作用就好簡單啦，佢可以去制衡下澳門嘅薪金嘅即係幅度啦，上升嘅幅度啦。因為如果按照而家澳門人均 GDP 咧，澳門人個人工係嚴重偏低㗎啦。你睇下隔離香港人工閒閒地都講緊高你2-3成啊。嗱，咁樣嘅情況下邊咧，澳門人就活得真係好痛苦啦。因為喂，我啲錢少咗喎。疫情期間咧，即係好多各類型嘅支出啦，就已經本身就好多人都已經5、6、7雙㗎啦。點知而家哇！我層樓原本可能值700萬嘅，而家你同佢講吓，值400萬，唔係啩？賣又唔係，唔賣又唔係。咁甚至咧，可能佢原本兩公婆即係都有嘢做啦，但係而家突然之間其中一邊就失業喎，冇嘢做喎。咁點算啊？咁個資金流咧就突然之間即係叫做冇以前咁寬裕啦。所以咧，咁澳門嘅整體經濟咧就一直喺度叫做唔溫唔火咁啦嚇。所以咧，政府亦都唔希望，因為其實本身政府就想呢啲資產嘅調整噶啦，所以咧，佢亦都唔希望太大力度嘅經濟支援咧，去搞起呢一啲經濟嘅資產啦。咁但係，究竟呢個產業轉型要幾耐啊？唔係講緊1-2年嘅喎，你好有可能係講緊5年、10年、15年，甚至更多都有可能嘅。咁喺一個咁長嘅即係範圍入邊啦，咁政府可以做乜嘢啊？政府就只可以做一啲即係舒緩措施啦。但係而家個問題咧，就係佢呢啲舒緩嘅措施咧，係咪可以真係落到去受影響嗰班人手入邊啊？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啊！佢叫做即係增加咗老人嗰個養老金啦，即係加咗少少啦，跟住之後亦都加咗所謂嘅出生津貼啦。咁但係本身你成個經濟體已經係差噶啦，然後你又想嗰班人去結婚生仔，即係成件事咧係困難嘅，而且係難以實行嘅。老實講，你都會見到咧，澳門有好多本地嘅即係商人啦，即係持續就
叫做有啲咧就俾人拉咗啦，即係好似阿華哥啊、洗米華啊呢啲。咁其實佢某程度都係炮灰嚟㗎啦。佢就肯定即係當其時佢揸住咗好多嘅資產啦，獲得咗好多澳門嘅資源啦，然後簡單嚟講，槍打出頭鳥。咁所以咧，咁當政府想做產業調整嘅時候咧，佢就咁唔好彩，啱啱好就踩中咗最唔應該踩嘅位置。所以咧嗱，而家佢都仲有好多資產喺度拍賣緊嘅。政府係嗰陣時係罰咗佢過百億嘅罰款啦。咁佢需要用佢好多喺澳門嘅資產咧去抵債嘅。然後嗱，近期咧亦都有一個吳姓嘅即係商人啦，即係佢個仔啦，佢亦都話有相傳就話有超過100個物業咧，亦都俾初級法院嗰邊拎去拍賣定係沒收咁上下啦，我唔係好肯定啦。咁樣嘅情況下邊咧，嗱，你係會見到澳門嘅資產咧，其實喺度大洗牌嘅。點解佢會大洗牌啊？就係因為佢即係有一啲外資，佢需要買一啲資產嚟發展佢嘅事業，而政府就正係需要做呢啲嘢，係啦。咁我哋唔講即係黑暗面嗰啲啦，我哋淨係講經濟啊。其實唔係淨係華哥同埋嗰個吳姓商人嘅，你都會見到咧，澳門即係6大博企其中咧有一間博企咧，亦都持續即係受到政府嘅一啲壓力啦。例如咧，前兩日有個新聞就話澳門博彩咁，政府就同佢簽咗即係續簽咗1年嘅合約啦。咁但係咧就強烈要求佢哋咧要履行削減外僱嘅呢個責任嘅。然後衛星場啦，衛星場咧其實主要受影響嘅都係澳博嚟嘅。咁澳博即係澳門啦嘅一個商家啦，咁佢其實佢手上面肯定壟斷咗好多唔同嘅澳門資產嘅。而家澳門咧就急需佢哋去釋放佢哋資產出嚟啦，而且係平啲，係呢個核心嚟嘅，最緊要係平啲。咁樣咧，政府先至可以有吸引力去吸引一啲外資嚟投資澳門嘅。本身咧外資即係好似威記啊、永利啊啲咁嘅外資公司啊，所謂咁其實佢哋亦都唔係話好希望買太多資產喺澳門嘅，所以出咗事之後咧，佢哋受到嘅影響咧，相比起澳門本地為主嘅企業啦，即係你話澳博係咪真係澳門嘅咁？呢個即係又係另一個話題嚟嘅。咁因為佢哋所壟斷嘅資產相對冇咁多嘅情況下邊咧，咁佢哋受到嘅影響相對就少啦。咁所以就睇落去好似澳門做乜？即係澳門點解好似淨係主要針對澳博咧？其實唔係話要針對佢哋，係因為佢哋係擁有最多資源嘅一班人，係啦，而且佢哋喺資產即係個價值還好嘅情況下邊咧，佢哋亦都唔願意大量拋售佢哋嘅資產，即係低價咁拋售佢哋嘅資產。同埋澳門政府點解要整債券市場咧？其實因為咧，澳門即係佢本身佢嘅貨幣咧就係同港元掛鈎嘅，佢自己係好難去叫做發行一啲新嘅鈔票出嚟嘅，即係佢唔係話好似美金咁樣，即係印出嚟就得㗎啦。佢啲錢係需要真金白銀去同港元嗰邊咧做買賣，先至可以保持到維係到佢嘅價值嘅。咁呢個情況下邊咧，咁政府點樣先至可以有更加多嘅錢去維係呢一個公共體系或者發展經濟咧？最簡單嘅做法就係發債咯，係啦。咁當然而家係咪有澳門自己嘅
債券市場，即係債券啊，唔係債券市場。以我嘅理解咧，依然都係未係好吸引嘅，因為債券始終係要講評級嘅，佢個安全性啊、穩定性啊，同埋佢個規模啊，都好重要嘅。咁所以嗱，我俾政府嘅建議就好簡單嘅啫，就係咧嗱，既然你話六大博企要叫做負責任啦，係咪？咁其實好簡單，真係佢要投標進入嚟澳門做博彩嘅時候咧，其實你可以要求佢哋即係買一定量嘅澳門債券嘅。咁呢啲債券咧，就主要嘅用途咧，就係攞嚟發展澳門經濟啦、民生啦，即係等等啦。咁你政府咪會有錢咯，係啦，唔可以單純靠賭收嘅。如果你單純靠賭收，即係點講咧？你冇咗一個工具可以俾你先使未來錢啊！大家都明白㗎，一個經濟體最重要嘅係乜嘢啊？就係佢可以利用未來嘅資金嚟發展而家啊嘛。如果佢失去咗，即係少咗呢一個工具啊，咁佢本身對於佢自己嘅政策調控咧，個靈活性係冇咁大嘅，所以你會見到咧，政府即係叫做現金分享，可能個雞碎咁多錢幾億，佢都話想 cut。即係你一個政府，即係要搞到咁嘅樣，你不如真係發債，直接叫其他企業啦，唔一定要六大博企嘅，只不過六大博企你想攞到牌，你要俾啲誠意出嚟係應該嘅。但係而家澳門人即係好多澳門人啦，無論後生又好定係即係中年人士都好啦。而家個核心問題就係，喂，佢又有外勞影響喎，又有黑工喎，人工高低已經唔係澳門人所在乎最重要嘅嘢啦。而家係可唔可以揾到一份叫做全職嘅工作，穩定嘅全職工作。好多人咧都只可以打下散工啦，然之後做下兼職啦，度日嘅啫，真係冇辦法嘅。所以嗱，你政府雖然話你係要去發展啦嚇，咁但係你適當嘅調節咧係真係好重要嘅。如果你調節得唔好嘅話咧，對於澳門市民嚟講係真係災難嚟嘅，而且你亦都即係俾唔到足夠嘅支援啦。呢個係一個即係幾痛苦嘅一件事嚟嘅。你可以見到，即係澳門，即係你對比起香港又好，大陸又好，而家佢嗰個問題係更加嚴峻嘅。前幾日咧，仲誇張到，即係啲人又喺度講啦，哇！做個醫生，診所請個醫生得15,000，真係隨時仲低過大陸一線啊嘅城市嘅醫生啊！再講翻，我呢條片其實個核心係同你講緊啲乜嘢呢？核心其實係講緊政府係有意，即係令到呢啲資產相對地呢個價格啊係要調整啊嚇嗱，即係你一定要聽得明呢一句嘢。所以我係唔勸喻任何普通市民喺呢個時間入市嘅。呢個時間並唔係一個普通人即係選擇去購買佢資產嘅一個好嘅時機嚟嘅，因為本身政府嘅目的係希望其他嘅資金去進入呢一個經濟體。咁當然嗱，你需要去住嘅，真係冇地方住唔得嘅，咁你肯定要買嘅，係咪先？你要明白一間樓，如果你自己用嘅話嚇，其實佢唔係一個資產嚟嘅，佢係一個純粹係一個商品嚟嘅啫。
佢就係俾你攞嚟住嚟用嘅一個商品，你就當佢買部車咁啊，只不過呢部車比較貴咯。你基本上你唔需要特別去考慮佢係咪真係好貴或者好平，而係你買得起，你有需要咁你咪買咯，就係咁簡單嘅啫。今次就講到呢度先啦，有乜嘢就下邊留言討論啦，拜拜。